桃园平镇振兴里有间三合院，终年飘着中药香。我们家中药行是35年成立的，那主要是我的阿公黄金龙先生。那因为他以前在日本时代的时候，他是在迪化街那边学习中药材。身为药行第3代，黄志杰不忍看家中产业没落，所以想转型文创产业。他回到家乡成立工坊，努力带动社区发展。我们桃园地区的三合院，我们一般都是称为客家话叫做泰雅翁。那主要是让大家可以去保存，跟对于大瓦屋的一些概念是有一些想法，或者是希望能够间接的去保存它。把自家改造成中药文创馆，黄志杰也亲自为游客导览大瓦屋的历史、在地的特色产业与客家文化，希望能唤起人们对土地的情感。你也知道北公迄你全平镇132个土地公底碑，最强一只北公。你也知道北公，你还要保留最完整的卵石的铺面，给北公的主体每空用全部是用这个石器的方式去做出来的。振兴里有很多客家文化，欢迎大家看详细，大家仔细看。黄志杰一边从事社区营造工作，一边开发与中药有关的商品，日子过得很充实。我们种这个仙草是这1、2年才有种。这几年我们就是想说，干脆自己种仙草，那来增加自己家里这边的收入。黄志杰的下一步是开办免费的社区学堂，让文化向下扎根，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上课喽！大家看详细，大家看详细，大家看详细。